为31号这礼拜四开始，坐台北坐运到龙山寺这站会当来抽签，也就是买这个圆圆的票卡，一个50块，会当问健康、问事业、问爱情。 每起庙时伫捷运站买当抽签，这是捷运龙山寺站买票卡，机器已无得出现健康、爱情、事业三个选项。无女朋友想要求感情，运气马上知影，涂红色圆票卡点入签诗写文字。这是今年旧历年台北捷运甲龙山寺合作，只有龙山寺站这特制自动售票机才有咧卖，含量是5000粒。每人限购2颗，每颗售价50元。乐集签它有3个主题，分别是健康、事业跟爱情。那民众可以透过他新的一年想要祈福的项目呢，为新的一年添加祝福。 想要知影新的一年运势有好无？31开始会使来龙山寺捷运站试一下手气，这捷运也阁会使抽签，结合香火真旺盛的龙山寺，增加袂少话题。